台北丰台的雨量是真惊人哦！伫高雄美浓溪边仔中正路，这水是灌过大人的腰。今仔早起店家拢个摒扫，损失是真严重哦。总统赖清德伫高雄市场陈其迈的陪同去美浓勘灾。赖清德是表示讲，即届南部的雨量是比莫拉克丰台哦更愈侪，佮加上大楼的影响，水头就开始淹水咯。总统嘛强调讲，政府会针对极端气候来检讨治水，嘛会来要求各部会，包括国军哦，都爱全力来协助，互民众赶紧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规条车路淹甲变水路，水也直接灌入去店头内底。这是据过美浓溪重起来崩化了后的情形，积水来到大人的骹目。若规条中正路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水是淹到大人的腰遐尼悬。美浓这条中正路是当地上闹热的所在，但是今仔日会当看到全部的人拢无做生理，因为拢咧拼厝内。早日溪水涨起来了后，规条道路淹到上悬有到成人的腰部。为情就日拼到早起，居民无用甲浸水的家具粪扫拢拼出来。菜馆行洗几若摆，要是洗袂清气，这卡片全部拢浸水啊！要便利店的货架、冰橱是倒了了，物件拢落伫涂骹，连要行嘛无骹路。到这上面无收到，就要回去啊。就是从那个斑马线，然后到那一边美容那个农会那边，全部都是。高雄做大水，总统赖清德一透早就来到美浓区视察。头一站先来看美浓桥，因为溪水涨起来，当地积水是淹甲人的腰遐尼悬。淹水50公分以上的民众，每一户补助2万块钱。那50公分以下的中低户加码就到1万块钱。这超越了在2010年洞穿高雄的那笔台风的867毫米。看完排水设施，刷落来去果子园了解农损状况。总统表示，这届累积雨量超过莫克丰台，不管对倒一个县市拢是负担。佮拄当时年度的大楼造成淹水，不过美浓区积水深度和过去比起来有较低。这也代表这几年为着治水开的预算有功效，政府会继续来检讨防灾治水的设施，卖提供受灾的民众相关的补贴。若针对这届防灾不幸过往的人，总统嘛感觉真遗憾。记者王柔婷、陈兴坤高雄报道。